有一只北上的胖船出航前往成功啊，坐18个希腊人，才有120担盐，51袋日本米，22袋空眼布，12袋印花布加10糖。邀7只胖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坐252个人，再有下日的航。335担咸鱼，4担虾啊，18担蚵啊，10担鹿卡，255担鹿仔肉，16担糖水，1325尾帝王鱼，12担盐，12担蟹，78担胡椒，4担子弹，26牙日本的薰草甲38袋家己要食用的米。邀4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坐298个人。顶头是7只胖船，这是顶头是7只前往西南，即嘛这是入来吼，这是入境吼，298个人，再来下日航1520包，1528包薰草。58捆的粗纸，643个铁瓦，152罐山水，373担盐，19担书写用的纸，23袋天鹅绒，1篮丝织帽仔，2篮西莲，甲64篮空眼布。好。今仔日伫法务议会里处理几站正一重大的案件，其中有3个希腊人因为伫福尔摩沙的庄脚偷牵牛，所以判处死刑。我这偷牵牛判遮重啊！而且对荷兰人来讲，这是外国人呢，而且都甲判死刑。4月24，今仔日收到下设商务员普洛克会对淡水经由陆路送来一张批，批内详细甲阮讲北部地区的状况，其中提起一个名叫做提里山的村社，是巴里佐的人的村社中的一个村社。最近呢，顺服公司的人来实行杀掠、试行杀掠吼。这个掠我查一下哦，是不是读做掠啦？是掠吼，抢劫是读做掠吼，试行杀掠吼。这个第三项啊，因假意讲要爱闹热快乐，亲切来邀请附近几个村社人去参加因的宴会宴社。迄寡人毋知影因怀有恶意，无早无去就去赴会，毋但因所有的衣服所有的衫。甲物件拢被可恶来抢劫，要拍甲佫真凄惨。其中有几个人被杀死，即寡提里山社人造成迄个地区的人惊到，去惊着，捌有人因为惊被迄寡暴徒威胁来自杀，因此呢，上述的普洛克就是下设商务员吼。为了要及时来扑灭这个拄拄开始的凶恶的火焰，所以就亲自率领20名精兵吼，带领20名精兵，甲200个顺从的原住民去攻打提里山社。伫透早的时阵，迄寡叛徒还佫咧困的时阵开始来攻击，甲该社围起来。拍甲迄个恶徒全部逃走，
射死其中几个人，拍伤更较侪人。相对呢，吴方是敢若有2、3个原住民寥寥啊受伤。迄个地区所有的人因为安尼来激起极大的兴奋甲快乐，也互即个提里山社人惊着，只要一听着讲荷兰人的名，都皮皮喘吼。即寡提里山社人又搁已经非常谦卑来淡水车遐的主管来祈求帝号，承诺讲要改过自新。对此，迄个普拉克即个学习上员和遐议会将会伫短期间内看情况如何，再过来做决定。因为即个胜利将此地前往淡水的道路，又搁得到就是开通了吼，开始畅通吼。这边哪讲呢？就是交通又搁恢复吼。啊，若无一定会因为阻碍，而且来非常的危险。此外呢，北平的状况一切良好。阮伫淡水甲其国人的即个居民破病的也真明显来变少，感谢上帝。前3仔伫即2位即个疾病吼，就是抑阁相当即个拖甲真严重吼。因此呢，现在阮的厝边除了少数几个，拢健康算袂歹。4月25，炎热的天气，透冷风，有6只澎船对西南海来食，合计做332个人，其中5个查某甲3个囡仔，再来下日的好546担盐，6罐山水，163包薰草，32捆的粗纸，270个铁画，7担要书写用的纸，1盒西灵甲18包空颜布。今仔日伫通常的时间甲地点，甲本个月23号判处死刑的迄3个死仔人当中的2个来处死。另外，迄个人因为有重要的任务来退役公正，所以免死。这个司法完了会当公正的就对了。4月26、27、28、29、30。就4个最后一篇哦。继续晴朗舒适的天气，风悠然是对南方吹来，有3只澎船对平湖来遮入港，坐50个死仔人，再有18只牛甲25只山羊。这透南风就足湿的吼，伫台湾就是会安尼吼。迄湿甲就是涂骹安尼有水啦，这种情形。好，啊嘛表示就是热天要到，真怀念。5月初1，早起晴朗舒适的天气，但是下晡就搁变成乌阴又搁落雨的天气，方向不定。4月12号载粮食等等物件出航去宜兰的迄只领港船，今仔日对遐转来到遮。该船航离宜兰的时阵，捌遭遇着强烈的暴风，地高必须要选择另外一个方向，环绕福尔摩沙岛来航行。经过国人早会一张国人主管的来批。内容即个写讲迄边的状况代志，有完像以早
阮伫迄边的居民现在健康拢袂歹，对对？比南的主管士官 John D. Blue 也坐该领工船转来遮，要来阮当面来报告东区的状况。主要内容含伊以前续寄来批信所写的肖像。有一只篷船对新仔海来遮入港坐46个人，再来下日的号码100捆的粗纸，658个铁蛙，20包薰草，6罐山水，21担书写用纸，18袋乌色的天鹅绒，19袋摇绸缎啦吼，48袋西菱，绸着绸缎迄个绸，48袋西菱，100箱丝一个帽仔，3担冻丝甲1顶的黄金，5月2号、3号、4号，5月完了就人啊，一条502拢记个就人啊。风向不定，但是大部分透人风。今仔日收到团岛 Hans Ohoff 对马里伦写来一张批，详细甲阮讲，伫咧山区里的达罗阿迪干社的人，伫咧今年4月21号当大特基社人，伫庄外因家己的一个河川去掠鱼的时阵，去攻击迄寡大特基社人。除了重伤因3个人以外，佫拍死一个无辜的人。因此，上述的大特基社人，因为甲阮友好的村社、塔老社、甲卡瓦多社的人的增援去支援计划要去攻击即寡，我佫袂记即个挑衅，没有读。信读做混，去攻击即寡挑，应该是读挑吧，还是读挑？挑是嘛是会使，挑嘛会使，挑嘛会使。但是我看监理顶面无写挑混即个词挑衅即个词。好，就是去计划要去攻击即寡来掠代志的即寡人塔罗阿迪干社，并且要去报仇。树立了后，因就实行即个计划。但是即寡大特基社人去到塔罗阿迪干社人，去到塔罗阿迪干社攻占该社了后，真大意来抢掠，就是来抢人物件完全无考虑着讲也会被人来即个攻击因此呢，就被因的敌人塔罗阿迪干社人甲苏多湾社人完全意外来甲攻打，甲伊拍败，伤欢喜啊！够抢物件仓促逃亡，这个仓促是什么意思？仓促要哪翻译嘞？汹汹蹦蹦啦吼。冲崩大理大书店有冲崩即个词，做代志真冲崩。即个讲法变成是那个华语讲冲动做代志真冲崩，鲁莽紧张仓促，伊嘛是叫做冲锋冲锋好。冲锋逃亡，大特基社死22个人，塔兰社死41个人，其中大部分是伫逃亡中
跋落去山坎来死亡。除了上述死亡的人数以外，还有较侪人受伤，因为这个不幸的出生，互阮有限的村社变到真累积气馁累积。这是带你大数点，LOE 累 CHI 第三LOE 累第二声 CHI 第三声。累积失志失望拢是累积。气馁啦气馁话叫讲气馁。我来查这个累，就是气馁迄种嘞甘义德累，累有累甲胃这两个音腰个鱼肉草满累积拢是累。饲精生养饲牛草，这叫做胃。好，累。互阮友善的村社变到真累积。三队呢，迄寡反叛的暴徒 ，terror 阿迪干社人是搁较骄傲鲁莽起来。骄傲啦鲁莽起来。今仔日伫佛罗摩萨聚会呢，商讨关系到新港、大目港、小人、目加利湾、满洲、多罗国、迪罗山甲即个大武隆朱社的拉场的问题，拍拉的所在有拉场，也针对伫个佛罗摩萨全岛，特别是伫个赤坎地带掠落个问题，商讨了应该有的命令上前请参阅决议了。有3只高野船航空南方合计做16个希腊人，载有10担盐、13罐阿拉酒甲10袋米。5月5号、6号。继续阴暗又搁落雨的天气，风向多变。有下日的船只对几个所在前来处队，合计做68个人。就是有一只北上的篷船对北方来载来400名人婆，30担鹿肉甲20担木棍。有2只篷船对南方来载有80担葱仔、40袋米、500名鹿婆。10捆的水鹿婆，20捆的山羊婆，30捆的锭，甲2只活猪，也有2只篷船将对此地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做68个人，再去留下的货物，8担鹿仔肉，115担咸鱼，1担虾仔，10担蚵仔。69条帝王鱼，2担糖水，37担佛罗摩萨锭，甲10袋要家己食用的米。5月7、8、9、10 4天炎热的天气透冷风，因为阮最近伫厝地听到讲西南生理人咧嫌。几若摆讲有一个大官叫做萨布拉基亚，伊是西南下门城区上悬最悬的一个首长，派一个官阶较低的官员名叫做毛夏带领一寡士兵行来骗唬，要来按照历年的惯例来遐的居民收税。因为因自古就已经习惯因的族人来纳税，这个毛夏带领伊的士兵也几只对西南沿海要行来处地途经偏湖的贸易篷船要收税，
抑阁有其他干扰的代志，因此呢，阮今仔日写两张批，交接要汉王偏乌的高野阵，早去交互上述迄两个官员，每一个人一张批，因各项劝告，并且请求放弃这种暴力又阁恶劣的作为，并且阮来规则因安尼做的理由，因为阮袂当坐视台湾的自由贸易受到任何方式的阻碍，也袂允准这条航线被用甲安尼变做无安全的航线。又阁因为阮袂当想象上述的这个大官萨布拉奇啊，知影上述的这个欺压台湾的贸易的这个航船的这个代志，因此呢，请伊好好来调查实际去执行的迄个人，并且将调查结果尽量较紧的甲阮讲，以免阮被逼必须用暴力来对付暴力。伊含伊的人会遭受不幸甲损害。有下列的船只对几个所在来车入港，合计做121个人，就是有3只航船来自西南沿海，再有476担盐、51个铁蛙、31捆粗纸、514包薰草、8罐山水、2包书写用的纸。4道茴香、2道天鹅绒，甲4包康安布。有2只航船来自南方。再来200担茶、10担茶、18片茶帮，甲44拿咸鱼。有1只航船来自北方是北商的航船。再有40担鹿仔肉、1000名鹿婆，甲20担鹿腿。要12只航船对车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做499个人。再有下列的项目：881担鹿仔肉、850担咸鱼、27担蚵仔、54担糖水、28担虾仔、4担鹿骹、6担福尔摩沙的丁、9担沙鱼油、1237尾的帝王鱼、12尾的乌鱼。222担盐不是222担盐，97担胡椒，42担丁香，28担大香木，甲59道家己要食用的米。这是西南要2只航船航往偏乌，做41个西南人走下列的项目。103道日本米，12担糖水，2担鹿仔肉，甲28道大尾。今仔日写一张批去寄予麻里麻伦的团队Hans Ohoff，明明伊尽可能来劝告顶面8个4号所记载迄个大特基社人和因的共党，将来不得遐尔大意来对山区的村社来发动战争。爱甲因含迄寡头路阿迪干社人中间的代志，暂时爱忍落来，吼。一直到接着阮进一步命令，对迄寡敌人只要防御，就是防御防御。伫即个期间，阮将研究如何上有效来处罚一寡恶徒。今仔日也甲公告个4号伫议会里决定的，就是关系到伫个赤坎地区掠鹿仔的告示，来甲伊公布答出。士官 John Day Blue 是就是阮伫避难的士兵的主管吼，今仔日早伫伊的随从出发，要对陆路转去避难。拄则一开始头就讲，是那派人去平湖收税金嘛吼。咱定定咧读迄个人家写日记，看伊船拢走去对印尼来的船拢先伫平湖嘛，因一大只吼，拢先伫平湖，啊再个驶过来台湾食，定定即种代志。啊，所以有时拢袂记讲平湖毋是荷兰人的地吼，平湖。
一直拢荷兰人拢无管到偏好去吼。5月17号。歹势我拄则讲一直无，其实毋对啦吼。荷兰人一开始有去占个偏哦，就是因为去占偏哦，到尾才叫赶来即个台湾遮吼。5月11号一直到17号啊，一礼拜对啦。继续落雨天气，风大部分对南方甲西南方吹来。迄只小领工船将对厝地出航前往互无人，再着以前袂当载去，要踮咧遐建造木须，即个会徛诶厝，会载了要载去遐。有2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靠岸。做106个人，再来150担盐，137捆粗纸，141包粉草，35个铁蛙，15罐山水，7担白丝2袋天鹅绒，甲5锭黄金。有5艘船对遮出航前往人，载29个西南人，只敢若载地船。来，过6天。一直到5月23，晴朗舒适的天气，风由原是对南方吹来，有6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合计坐155个人，载有下日的货，208担盐，170捆的粗纸，490个铁蛙，430包粉草，15罐山水，甲10袋要家己食用的米。有3只篷船对遮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做70个西南人，载有55担鹿仔肉，12担咸鱼，6担虾仔，8担蚵仔，22担糖水，114袋日本米，甲60担胡椒和10担盐。有一只北上的篷船对邦山来遮入港，做12个西南人。载有55担鹿仔肉，甲7650领鹿皮。5月24、25，风甲天气犹原像前几工。本5月17号载建筑材料去互无人下稳的迄只领工船。约落伫中昼转来到厝地港内，有2只北上的篷船出航前往北方，坐20个西南人，载有160担盐、200袋米、20袋柚布、31担乌糖、100领西南人的长袍，长的这种袍，和80袋彩绘的布，彩绘哦。啥叫彩绘？这绘给他看。他做绘哈，绘画绘哈，80袋彩绘的布，第7声来绘哈。有一只高野船对遮出航前往南方，坐6个人，载有30担盐。今仔日也甲佛罗萨各区的所有牧师各写一张批，通知因伫本5月4号国旗会关会着掠鹿仔的命令甲规则，正式的草本也拢寄去互因，并且劝勉因爱竭尽所能吼。捷径，这个节哦，早办8遍了，嘛是个袂记。cut 哟，我记是 cut get 他说 get 进哎，我去
早就这个是不会，并且坑咧因爱结真，本条是第几声？本条管音嘛，加音，并且坑咧因爱结真所连，确实遵行。5個2搭2炎熱天氣，繼續透南風。今仔日伫佛羅摩薩議會決定2項代志。第一項是關係到去年度佛羅摩薩白金最後一期的繳納期限的問題。迄寡白商因為落啊白意外減價，地交無法度來支付白金，因此就決定為了要互因佇個情況。在即個情況之下，找出其他辦法來繳納白金，所以就將上述的期限延續到閣再來7個月。第二項是關係到陸阿伯對這死亡時的出口稅的問題，因為上述的陸阿伯急速來降價，伊的出口稅將會恢復去年的每一檔4厘。雖然阮今年4月6號，決議將該項出口稅提懸到每一檔6厘，但是如果要繼續執行這項命令，白商一定要將白商絕對無法度支付一個贖金吼，為了免互伊破產，所以又閣如此來決定。毋知決定啥吼。而且我咧看一個朋友寫我信一個 text message， 我曾較早即個故鄉陣啊，對一個小學的學長吼，伊去參加即個罷免的迄個志工吼，又寫一個信息話啦，講啦，厝的人啦、親戚朋友啦，那需要吼，因會當去厝裡摕即個連書吼去處理好，勘背啦，摕到領導互伊寫啊，簽好伊家己收安尼。我真感動啊！我甲我哪會說，其實我無啥物朋友，無已經算足少。甲即個親戚朋友問一遍吼，簽的攏簽過，無簽的就是袂簽安尼。結果我一個都留袂着。所以無遮簡單啊！5月29，風甲天氣蠕動前幾天，有8隻帆船對西南沿海來到遮來挖靠岸。合計做289個人，再來下日好231擔鹽，1377包薰草，320個鐵鍋，64捆粗紙，7罐三歲酒，甲4件黃金。也有5隻帆船對此地航往西南沿海，合計做162個查甫，甲1個查某，再去下日好142擔鹿仔肉。763擔鹹魚，10擔蚵仔，3擔陸軍，13擔佛羅摩薩丁，13擔糖水，53擔胡椒，55擔大香木，37擔鹽，甲4擔蝦，甲34條丁香。5月31，最後一篇。晴朗舒適的天氣，有一隻帆船對平湖來遮入港。做22個先仔查甫甲1個查某，再來9隻牛甲4隻山羊。阮對上述的這隻帆船受到
派来平湖的迄个希腊人的一张来批，原来就是迄个官员叫做猫舍，伊会批啦，原来答复阮伫个上述伫个本国个10号所寄去遐批吼。即张批的内容主要是讲伊叫啥王高弼吼，即个人阮相信就是上述阮写批予伊的迄个叫猫舍吼。即个王高弼被伊的阿叔，就是厦门的迄个大官派来平湖视察该地状况。阿叔下底有注卡讲是 外文叫做 OOM 这个三个字母吼，就变到较稳吼，可能是后边读。荷兰人称阿叔、阿伯、阿姑、姨丈拢叫做那个英语拢叫做 uncle 吼。即到位啊，咱就是姑且要哪讲？姑且称之为叔父哈，就是咱这个犯罪叫做阿叔哈。讲被伊的阿叔就是厦门迄个大官派来平湖来视察该地状况，并且下达一切需要命令，但是伊从来无干扰个任何要航往台湾的贸易航船，就像讲伫阮的批里所指证的安尼吼。更加无强迫因来垃圾，除了前一阵仔有一只航船来到平湖，因为所带是一张无真实，就是错误的通行证，所以就是只要对厦门航往平湖的通行证，就是讲这是对厦门航往平湖通行证吼，厦门平湖安尼吼，因此就因为盗摄，所以收出了一寡罚款，这是伊伫平湖的期间所做过唯一的这种代志，并且亲切来请求阮，将来莫再相信前来处对的希腊人所编造的类似的这个白抄话。我要结束吼。那个初一、初二、初三继续落雨天气，透南风。有一只航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43个人载去下底的货物，82担咸鱼、9担糖水、2担海岸鱼油，5道家己要食用的米，有3只航船对西南沿海来遮靠岸，合计坐60个人。再有下底的货物，198担盐，37捆粗纸，113个铁瓦，10罐山水，5包空安布，甲980捆的稻罐。今仔日阮对牧师 Vertrich 和 Haber 收到一张批，这张批的内容主要是讲水土病又搁伫迄个地区开始严重发作。写水土病，毋知是啥物意思。特别是伫阮的荷兰人中间流行起来，愿上帝来保庇。有几个份伫遐的居民一直拢即个破壁在床了吼，因为迄个医生个性和医药来欠缺，无法度来帮衬因。歹势。阮也收到牧师 Antonius Hambrook 对麻豆寄来一张批，伊阁下伫批里头讲，伫遐建造的牧师的房屋，就是有起牧师的厝啦吼，麻豆遐吼。即个礼拜将要完工落成来使用。牧师 Gravius 也对小人来批讲，水土边伫个街社又搁开始举起来，搁开始流行起来。
阮的荷兰人伫和当地的居民拢共款破病咯。那个4号、5号、6号、7号，我伫遮要来秀一个 calendar， 伫遮，calendar 是这哦。今仔日我请是5月23号吼，后礼拜的还5月吼，后礼拜5月，我5月9号就是2礼拜后吼，5月8号，我才8号暗时啊，我就出发了吼。我5月10号，就是迄天是拜六，台湾时间5月10号，我会到台湾吼。所以当阵应该我是会休困，都可能都会读吼，看边看啦吼。有闲无定来读啊，伫台湾。但是我无查电脑转去，可能无介方便。好，较简单讲吼，若无读就是5月10号到一直。休到5月底，我5月底5月31号吧，还是6月初2才转来美国个款，休3礼拜吼，若无他就互我休假3礼拜。好，来继续看吼，6月4号、5号、6号、7号，游园是落雨的天气。风也是游园对南方吹来，有8只帆船对此地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281个人载去下日的号250担护手，382担落仔肉，355担咸鱼，14担虾仔，13担蚵仔，8担木卡，两个无单位的海洋鱼油，14担糖水，130尾的帝王鱼，500捆的佛罗摩萨丁。70担苏木，40担大香木，340担盐，14袋丁香，57袋家己要食用的米。然后2只帆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坐52个西南人再来下日的号，92担盐，132包薰草，18罐山水2捆粗纸，128个大铁尾，甲11只活牛。有一只北上的帆船对北方来遮入港，坐39个西南人，载有108袋的鹿仔肉，7担陆军甲600领鹿皮。6月8号、9号，晴朗舒适的天气，透西南风。有一只帆船对遮出航前往西南，坐25个人。再去36担咸鱼，450捆佛罗摩萨丁，30担胡椒，38担盐，40担苏木，50担大香木，10袋丁香甲6袋绿豆蔻。有两只帆船出航前往澎湖，坐38个西南人，载有6担糖水，80袋日本米甲20袋大麦。6月10号、11号，风甲天气流动前几天，今仔日伫佛罗摩萨议会里讨论关系到塔楼社甲大特基社以及龙桥社的一寡白社的问题。这几社白商因为当地居民的暴力受到损失，因此就来阮来请求减少因的罚金。经过商讨了后，决定塔楼社甲大特基社这两社因为甲做伙来咧发白，因为上述的理由将会重新发白，并且决定龙桥社白商
龙桥社的北商呢，将按照国语录所详细记载的情形，要互伊来减负罚金。有一只胖船对平湖来遮入港，坐33个死仔人甲5个死仔查某人，只敢若载4只牛。有3只胖船出航，前往死仔，合计坐180个查甫甲2个查某。再去下日的号码222担鹿仔肉，281担咸鱼，5担虾仔，10担一个海洋鱼油，7担糖水，12担蚵仔，550领被这个淘汰。淘汰是要怎讲呢？做一个做一个代理店，用淘汰去割舍。裁铁就是裁铁的裁减人员淘汰员工开老兵，捌听到开老兵就是开除淘汰老兵铁派的戏派的跳戏啥跳，反正无偏了跳派的跳戏啥跳戏啥，这个跳就是淘汰的意思另外是丢水粉，丢好的物件，丢是。丢遗憾就是要淘汰淘但是丢好的物件意思是选择好的物件。丢好，我看嘛淘汰还有啥物讲法啊？我查一下，先查一下是淘汰的字音淘是淘我对个嘛是想讲要读淘汰淘较大啦淘汰，这个应该是淘汰汰第三声淘汰，我用做台语，淘汰，做台语，对应中文淘汰。Marino 底下就是淘汰淘汰，汰掉，淘汰，拍出人外拍出人外。淘汰你只空主杯来还这个数550领被淘汰的落婆，21担树木，40担大香木，50担紫檀，95担烟，12担铁90袋胡椒，17袋丁香，7袋绿豆蔻甲2袋木香。6月12、13，
暑时的天气，风对南方相当强烈的吹来。我后偌久看见海上有一只船对南方航来。入夜以前就来到港外停船的所在来停泊。阮真想要派领港船出去对该船早消息入来，但是因为正流含强风无法度派出去，只好延到半暝才出去。6月14。风甲天气如同昨昏约落伫中昼，昨昏早暗出港的阮的迄只领港船又搁入港来转来遮，早消息转来讲，昨昏来即个港外停泊的迄只船是变轨船Pelican号，是今年5月18号解冻变轨船Hillegarsberg 号、古月号、Valk 号甲快艇 Haust 号。航离巴达维亚的今年5月18今年5月18，佮驶到6月14，驶到1个月。其他迄4只船也未来到遮。上述即只变轨船所载货物主要是护照、米、锭甲一寡现款。这5只船所载货物总价达是527800多毫吨，受到巴达维亚总督阁下数据是今年5月17号的内批，巴达维亚总督写内批受到内批了后，随伫议会内来拆开一图，奖励得胜，就是对批你知影讲，俄罗上帝顶5月。是顶一个北方贵族对北边航王所处的所有公司的船，拢航行顺利，并且大部分的船已经顺利到巴达维亚。只敢若有对纳加萨奇出航载着最后物件的快艇鲁本号，也未到位。但是阮真艰苦来听着讲，偌久以前公司5只贵重的船，就是Tiger 号、Jufurah 号、Ripar 号、Adeger 号甲 Bergen of Somme 号，载着粮食、商品甲现款，对 Java 要航往前哪队？对焦港要航往前哪队是伫坎波纳，讲这应该是我好写讲，就是应该是安波纳诶相对吼，就是即嘛叫做安稳即个所在，安稳吼。附近因为迄寡主管的心意，粗心大意，非常随便来送行。什么意思？因为迄寡主管的粗心大意，非常随便来送信，只敢若抢救着迄寡人甲约了70吨的大炮。好，根据总督阁下内批，今年将有3只变轨船对暹罗航来处队，就是沙迪号。坎本号甲奥斯号将会载来处队需求的商品、木料甲其他需用品。要对于暹罗载货去日本的船是大船 Vrede 号甲变轨船 Gekrund Liefeld 号，遮长。到日本了后，爱担任下任的即个长家商馆馆长。就是即卖叫上级商务员 Peter Sturhamius 也刚船出航要前往日本。秋天对荷兰出航的船，到今只敢有上述 Vrede 号已经到巴达维亚。再来好消息讲，1648年由 Peter Schmensen 阁下所带领。航离东印度的几国舰队已经平安转到我国。今年
正个又搁有9只规国舰队伫个苏联官 Aaron Barenson 的旗帜之下航回祖国。所在资金正价合计是约200万号吨。有一只舰船对遮出航前拢是那台，这60个人载有5担鹿仔肉、69担咸鱼、4担海洋鱼油，甲7担糖水。剩3分钟吼，今仔日拢无啥物趣味的，拢咧记笑。暑时的天气，风游员是对南方车啦。即几工2只领工船拢无用咧对霹雳根号吼来落雨，因为该边头船伫即个港道深度无够情形之下，满载着货轮无法度来入港。有3只帆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合计做78查甫甲6个查某。再来下日的货轮519包薰草40担盐718的铁尾，3包康干布4拿地米150捆的刀管，4拿4加4点金。有一只北上的帆船对德产来遮入港，做20个西南人载有100担鹿仔肉加800领鹿皮。剩1分钟，还要读煞。相对呢，有2只帆船对遮出航前拢偏乌，载36个西南人，载有127袋日本米、15袋大马、21担糖水甲5担的即个鹿肉干。剩1分钟，我就无去读啊啦吼。即6月10、8、19，然后后回再来读。后回就明仔载吼。好，咱明仔载再过来继续吼，感谢各位，咱来归房。多谢阿君，大家。好，感谢。500年，人就不想打了，打就累，各自过各自的，就成了这事儿。